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实在是有够闹气。南投一个单小姐来投诉，讲下班塞车，伊是走高速公路国道3号，结果是大塞车。本地是1点钟的车程是塞3点外钟，为尾仔嘛6点外，塞到暗时啊9点外才到厝。啊，这半路塞车塞到忝咯，想要去休息站来休困，这个休息站嘛是大爆满。 啊那安尼突然间来大塞车咧，原来是高速公路局伫下班的尖峰时间，竟然伫咧高速公路顶咧施工。这个3线道变1线道，嘛无派人伫咧前后交流道的出入口来指挥提醒，害所有的驾驶人驶就高速公路顶进退无路，大概是规巴都会。尾仔嘛6点外下班时间，国道3号真侪车。 驾驶真有耐心，豆豆驶，上北车道的3个线道全部拢塞车，国道就那变做一个大型的停车场。高工局把南投当作落后的地方吗？原本1个小时的车程，然后变3个小时才到家。驾驶真生气，因为伊开车转去原本只要1点钟，结果开3点外钟。自天光塞到暗时，转去到厝内拢已经9点外，开到伤忝，想要去休困站休困，结果嘛真侪人。 每个人都塞在高速公路上面，那为什么不要贴个告示在交流道，请大家分流，走平面道路，这样会很难吗？原来国道的塞车是高工局选伫下班时间上侪车的时阵咧施工，3个车道敢若剩1个车道会当驶。224中信路站这边因为有不均匀呈现的这个现象为了行车安全，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连夜20小时以上的时间连夜施工，不得已情况为安全，我们白天进场施工。 但小姐这期国道施工的时，前后交流道的入口无派人指示换一条路行。高工局回应有伫南投交流道入口处用电子看板显示施工的消息，只是想袂到车会塞到9公里远的民间交流道，会重新检讨来定施工的计划。表面像即摆同款，车全部拢开到高速公路，结果弄塞车。